好長嘅。我平時就玩開足球道嘅，最大嘅強項應該就係可以撞晒啲人啊！如果俾人撞嘅話，都好快俾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咁我都係新加入嘅成員 Patty 徐詠珊。咁我以前咧就打開籃球嘅，咁如果問我嘅強項咧，我覺得自己嘅強項係對足球嘅愛啦，同埋嗰份真心，因為佢可以令我有勇氣去克服所有嘅困難。多謝。大家好，我係 S1 嘅球員，我係 Gucci。我本身唔做運動嘅，但係踢完波之後咧，我發現自己好夠硬同埋好壯質，希望大家繼續多多支持足球女 Jenny。Hello， 我係 S2 新球員 Bian 嘉樂。我本身係一個跳唱歌手嚟嘅，咁之前咧就係一個田徑運動員啦。咁喺足球隊入邊，我希望可以靠我嘅爆發力啦、古靈精怪啦、開波冇型啦、入波同埋贏波嘅。咁喺球隊入邊咧，通常我係擔當呢個紙巾大王。咁如果大家有需要咧，可以即管問我指教。多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S2 新成員張建飛。咁我嘅強項就係我進攻唔錯啦，但係我防守亦都唔錯。咁所以我究竟打咩位咧？大家可以期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黃海瑩 Sophia，AKA 直攻型。我個強項咧，我諗咧係個笑容啦，因為我咁樣起身都係照住面對所有嘅困難，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，繼續支持贏翻晒我哋嘅手係點啊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湯富平，咁我就係玩走水池，我都係由 S1 嗰度嚟嘅成員，而家嚟到 S2， 咁我嘅強項咧大概都同高水相似，但係去到球場咧，去到